救护。凯奇，等下这边来帮忙。这边3个。你们是怎么了吗？这里几个？这边2位。2位啊。3、2，手脚受伤。先量下血压。你受伤是怎样？是脚吗？那个吗？对，脚擦伤了。有点意识清楚吗？把它抬进去啊！来哦，一个在侧边，还要一个，赶快，加，倒用这样。好，进去。把它抬进去啊！这个比较严重。一个他是怎样？撞成这样。哎，另外先问他们你要听好。好，来，先转身一点。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然后意识清楚。凯奇，手脚受伤。先量下血压。你受伤是怎样？是脚吗？那个吗？对，脚擦伤了。有点意识清楚吗？是啊。那你们总共5个是？海巡署第4巡防区指挥部接获彰滨1号渔船通报，在彰化王宫外海9海里发现一艘本国籍渔船疑似被货船撞沉，船上6名船员已被该船救起，请本署派艇前往协助。本队立即调派线上100商务艇前往救援。100商务艇于9点35与该船会合，将被救者6名船员接驳上艇。10点35分返回台中港码头，交由救护车送医救治。